溫紐約高性價比都市桃源，讓生活慢下來，開啟理想棲息地篇章。樓盤位置優越，坐落九龍長沙灣青山道468號，周邊生活配套豐富，街市、超市、美食選擇多樣，交通便捷通達全港，鄰近多條巴士線，出行無憂度。優質校網涵蓋小學40教網，深水埗區中學，家長首選。盤源特點：低層 A 室，實用面積460呎，實用率高達71.3%，二房南向間隔，採光一流，單位附設露台，閒時喝杯咖啡，感受微風拂面。更為寵物友好屋苑，毛孩自由奔跑無壓力，裝修精緻，空間感十足，旺中帶靜，享受城市便利，同時擁抱寧靜之美。屋苑設有運動、康樂、娛樂設施及園林景觀，住得舒適又寫意。你的理想家也要有寵物友善空間嗎？留言分享你最看重的樓盤條件。